望翻呢個海景啊，海上嘅一個摩托艇啊，同埋咧沙灘嘅入口，樓下呢邊嘅一個海鮮街啊。主要嚟講，呢間單位仲可以摸到日落嘅 view 啦，一落樓即係沙灘。48方嘅呢個單房，全屋裏邊咧送埋呢個家私家電嘅相當於我哋望翻呢個景觀係非常之靚嘅咁呢間單位只需要月租1000蚊可以攞低啦。大家都可以過嚟呢邊租完之後咧體驗，如果係覺得 OK， 咁先再諗諗要唔要買樓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十里銀登登啊！依家咧嚟到宏昌長沙灣花園啦，都係在十里銀灘最中心嘅呢個區域啦咁我哋長沙灣花園啦，樓下呢邊佢有2萬平方嘅一個商業街，同埋咧非常之近沙灘，到沙灘呢個距離係非常之近嘅。咁小區呢邊嘅話，依家我哋係所處1樓，不過小區呢邊都係一個半山而建嘅建築，相當於其實1樓已經係抬高咗26.5米。即係6樓呢個高度啦咁我哋睇翻小區呢邊嘅呢個外觀同埋園林都係相當啲靚仔嘅小區嘅綠化做得相當啲靚，外觀呢邊咧佢係玻璃幕牆同埋高級塗料嘅建築設計啦咁呢個小區呢邊嘅話，主要以單房嘅一個小戶型為主啦。咁都知道其實如果係維港灣呢邊啦，佢係啲大積嘅咁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咧，除咗業主嘅二手盤啦，比較靠前排啲放出嚟嘅盤咧，係需要去到25萬蚊之外嘅話，都有啲靚仔嘅一個租盤推介俾大家。相對如果係想過嚟呢邊住啦，不過唔想住嗰啲3房4房咁其實長沙灣花園呢邊嘅話，佢有啲細積嘅，比如話48方呢邊啦，佢係租嘅話1個月落嚟嘅話，比如話短租啦，佢大致係1800蚊。如果係長租嘅話有1500蚊啦，或者係1000蚊。不過佢需要睇嘅時間過嚟嘅，比如話依家旺季，咁佢嘅價錢會比較貴啲啦。咁我哋今日推介呢間單位咧，佢係年租1500蚊同埋嘅一個如果係月租嘅話係1800蚊嘅。有興趣嘅話，可以接落嚟詳細睇呢條片啦。咁依家我哋嚟到嘅一個月租啦，1000蚊嘅一個單位啦。如果係想過嚟呢邊住一晚體驗一下嘅，都係 OK 嘅。樓下呢邊都有日租嘅一個酒店可以俾大家選擇咁我哋望到呢個 view 確實嚟講最前排噶啦咁當然如果係其實年租或者月租有啲平啲嘅景觀爭啲嘅話，咁價錢會比較優惠啲啦咁我哋今日同大家推介呢間單位咧，佢係相對年租係1000蚊左右嘅月租嘅係1500蚊，因為依家係屬於旺季咁如果其實到咗淡季嘅話，佢價錢會平啲嘅我哋再望翻呢間單位嘅一個日落 view 啦。其實我哋在露台係望得到日落嘅同埋樓下呢邊嘅一個海鮮餐廳都已經全部開晒，東大飯店啦，同埋探鮮啦，同埋樓下呢邊嘅一個穿梭巴士，依家係睇到佢依家係行到3期，相當於其實呢邊嘅一個交通非常之方便。樓下堅橋巴士去到深圳路啦，同埋蓮塘，同埋樓下呢邊嘅一個沙灘入口嘅設施已經全部開晒㗎啦非常之靚嘅一個海景我哋望翻呢間單位咁簡約式嘅露台咧，擺咗呢邊嘅一個作台啦同埋咧帶埋呢個洗衣機。咁全屋裏邊嘅一個家私，其實業主都已經配晒嘅，相當於其實咧你只需要拎包入住拎包入住咁酒店嚟講，佢簡約式嘅一個背景牆啦，同埋床啦，同埋嘅電視啦。因為業主其實當其時咧都有一個高位2021、2022年左右買咗之後咧，其實已經係過咗有一個3-4年啦。不過其實業主嘅牆身因為交俾酒店託管，其實咧總體嚟講係比較新啲嘅咁我哋呢間單位雖然話係低樓層，不過小區呢邊其實佢係半山而建，所以其實呢個高度都係屬於一個中高樓層嘅咁我哋望翻呢個開放式嘅一個廚房，相當於其實1樓已經係抬高咗一個6米。咁我哋依家3樓嘅位置係相當於一個9樓10樓咁我哋睇翻洗手間，佢都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形式嘅相當於其實長沙灣花園呢邊嘅一個戶型設計，佢從入戶開始都可以望得到海。咁當然啦，其實周邊嚟講側邊為啲，包括如果樓下設施沙灘冇咁多嘅一個海景樓，佢有嘅租嘅價錢，包括銷售嘅價錢比較平啲嘅
不過咧點解長沙灣花園呢個位置咁佢係比較受更多嘅觀眾朋友中意咧？係因為我哋呢個設計其實從入戶開始都可以望得到海景，望埋呢邊嘅一個沙灘海景，園林綠化，真係非常之浪漫舒服咁我哋再睇翻呢個海景今日嘅天氣非常之靚啊，晴天包雲咁同樣單位嘅話，到底係銷售幾多錢啦？大家了解過十里銀灘長沙灣花園嘅一個二手樓啦，其實都知道有20幾萬嘅單位。咁如果咧佢一棟嚟講，如果係靠前排啲價錢嚟講，銷售會比後邊啲景觀嚟講爭啲嘅地方會貴啲嘅。咁事不宜遲，我哋上去望望樓上同樣嘅一個景觀，同樣嘅單位銷售嘅價錢。咁依家咧，我哋嚟到其實同樣位置啦，只不過樓層係高咗一間嘅一個單位啦。呢間單位業主係銷售嘅，即係相當於佢唔係租嘅。頭先我哋拍攝咗一個月租嘅同埋年租嘅一個單位。咁同樣嘅景觀業主咧佢買幾多錢咧？咁呢間單位嚟講，佢係靠前排一線無敵海景無遮擋嘅相當於樓下都係同樣嘅一個 view 啦。日落嘅一個景觀，睇埋海上嘅呢個摩托艇，真係非常之刺激咁其實我哋望翻，其實樓下呢邊都有一個京橋巴士啦巴車大巴車，依家都係準備發車去到深圳到深圳呢邊係只需要1個鐘，同埋咧樓下呢邊嘅京橋巴士啦係每個鐘頭有1班車嘅咁小區呢邊嘅園林都係做得相當啲靚嘅。咁旁邊啦，其實係維港灣嘅一個小地塊啦。不過我哋依家呢間單位嚟講，佢係樓間距嚟講比較闊啲，所以我哋望嘅景觀係靚啲嘅。咁當然其實係好排啲嘅。咁當然有啲二手銷售嘅價錢會比較平啲比如話有啲2322萬，不過咧仲未加埋嗰啲二手嘅增值稅啦。咁其實我哋呢間單位相當於係業主已經攞咗房產證滿咗2年嘅，係唔需要交增值稅。同埋咧，全屋裏邊其實當其時都係交俾酒店託管。睇翻呢邊嘅牆身啦，同埋圖影啦，咁其實都係比較新啲嘅。相當於其實後期咧唔需要話自己會大舊啦，因為裏邊嘅裝修其實嚟講嘅一個家私都係 OK 嘅如果係唔中意呢啲嘅一個sofa 咁闊嘅，比如話有啲污糟啦，其實都可以重新再買過一個sofa 嘅位置，開放式嘅一個廚房同埋開發商呢邊嘅一個3合1嘅一個智能密碼鎖相當於拍卡同埋嘅密碼鎖同埋嘅鎖匙嘅一個位置啦。咁我哋再睇翻呢個洗手間，佢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呢個形式乾濕分離嘅一個形式，沖涼嘅位置都係足夠嘅我哋呢間單位啦總價咧25萬蚊，相當於其實全屋裏邊呢邊嘅一個家私業主都係後期唔會再搬走嘅，所以話比較簡約式嘅一個雪櫃啦咁其實咧整體嚟講，主要其實買啲二手都係要睇第一係交通京橋巴士嘅一個位置啦，第二咧即係主要嚟講呢邊嘅一個配套設施，樓下嘅一個商業街啦，包括樓下呢邊嘅一個設施已經全部開晒啦。第三最重要都係呢個 view 啦我哋攝影師可以再重新俾大家睇睇呢個海景 view， 真係非常之靚嘅一個日落 view我哋配翻日落嘅一個色景圖俾大家咁望翻沙灘海景同埋低樓層都有低樓層嘅一個別有風味嘅呢個海景非常之安靜舒適啦。雖然話買海景樓啦要揀一個性價比，不過我覺得如果係10幾萬嗰啲單位比較高啲嘅咧，其實你重新質素都要去到20幾萬咁如果係大家覺得對十里銀灘長沙灣呢邊唔熟悉嘅話，其實我哋樓下頭先拍攝嘅呢個租盤都可以先過嚟呢邊體驗一下，佢都有日租嘅包括樓下呢邊嘅酒店都有日租可以選擇嘅。過嚟呢邊住咗之後啦，再感受落嚟到底要唔要買，呢邊都係 OK 嘅咁大致嘅呢個情況呢間單位咧就係25萬48方嘅一個單位啦，同埋租盤呢邊嘅話，佢係月租咧係1000蚊
即係年租。咁如果係單月租嘅話，佢係1500蚊左右嘅。如果有興趣，可以盡快上方二維碼聯繫我哋啦。呢期視頻暫時嘅講解，我哋下期再見，拜拜。